風流文人，不問交付，江湖豪俠。佢大情大性，俠骨錚錚，嗜酒如命，口沒遮攔，續情懷溢於金石絲竹。憑八斗才華，譜寫風流雅事。好色而無膽，貪杯而無量，愛財而無道。各位城寨 Coffee Shop 嘅朋友，我哋今個禮拜呢，用另外一個形式同大家做節目。如果係雜誌嚟講呢，今集嘅節目就係一篇嘅 photo essay。我哋介紹一位將香港城寨同溫哥華串起上嚟嘅攝影師吉拉德 Greg Girard， 係嚟自溫哥華嘅一個攝影師，用咗半生嘅時間係拍攝香港。佢嘅作品我相信大家可能見過，喺赤鱲角嘅新機場大堂，或者喺而家嘅西九龍 M+ 博物館出邊嘅巨大嘅呢個 video wall， 你都會見到一張一張佢喺70年代一路到90年代呢30年之間拍攝香港嘅人物同埋景象。而最大嘅特色就係佢拍攝嘅九龍城寨，係而家目前最詳細記錄喺城寨裏邊生活嘅人嘅圖像。吉拉德1955年喺加拿大溫哥華出生。溫哥華大家都知道係俾呢個雪山同埋海港包圍嘅一個城市。少年時嘅吉拉德經常獨自漫步喺港口邊，睇住碼頭、吊車同埋遠方貨輪嘅燈光。夜晚嘅溫哥華街道同霓虹燈交織成一個城市嘅景觀，呢啲光影成為佢最初攝影嘅對象，燃點咗佢攝影嘅熱情。佢揸住一部二手相機，拍下溫哥華嘅夜色、工人嘅背景同埋唐人街裏邊嘅華人。呢啲早期嘅影像埋下咗佢日後對於喺城市邊緣嘅人物嘅迷戀。1974年18歲嘅吉拉德將自己死慳死抵賺翻嚟嘅錢登上一艘貨輪，啟程佢未去過嘅亞洲。而佢嘅第一站就係香港。當時香港呢座東方之珠正在係經濟騰飛嘅黃金年代。當佢踏上尖沙咀嘅碼頭，眼前嘅景象猶如當頭棒喝。高聳嘅廣告牌、中英文霓虹光管招牌，同埋街市裏邊嗰啲魚販嘅呼叫聲、電車嘅鐘聲交織，成為一個城市交響曲。空中彌漫住燒臘同埋潮濕嘅氣息。呢個城市好似一個永遠唔會熄滅嘅霓虹燈箱，充滿住混亂、活力同埋無盡可能。吉拉德後嚟回憶，佢話我從來未見過一個咁瘋狂又迷人嘅地方。即係你香港嘅議員咧，我都見識過啦，都同過兩個黨，都係其實差唔多同一個啦，即係 A 同埋 B 都係嗰班人啦。咁咧即係做過嘢嘅，去到好多政治明星咧，都係一擰住面就變咗第二個樣嘅，又甚至乎咧成日喺媒體度講埋啲嘢好勁，跟住背後個人咧就即係你接觸到佢，因為我做攝影師咧，你要觀察佢啲眉頭眼額咧，你會見到香港好多都係當自己係明星咁樣。咁啊，甚至乎譬如學民思潮咁嗰班僆仔細細個咧就識得即係交都費事派啊，即係眼神閃縮啊，唔想同人哋即係冇嗰種，即係佢哋用光環嚟掩蓋咗佢哋身體力行嘅親和力去接觸市民咁樣。當然學民思潮佢唔係選立法會啊，佢唔使做呢樣嘢啦。咁但係你都覺得佢哋好享受緊自己做明星嗰個感覺嘅。咁呢樣嘢唔係壞事嚟嘅，即係呢個講緊個性格啫。正軌 BB 藝術家臘腸真係供我贏，自你輸禍笑到碌地嘅表情。By the way， 幾時有嘢賣啊？等緊順恩 Tony Lam 探長，我住在美國加州，你分析美國記事好啱傾，完全認同你講法。唔知啊，啱唔啱聽我就唔係為咗俾你啱聽嘅，即係我純粹係分析下。喂 BB，你呢啲未球迷，我呢啲咪唔係球迷咯。
我分析晒3樣嘢之間嘅關係，呢啲唔係叫公我贏自己輸喎，我有立場喎，真係。即係你係咪解讀唔到人哋用一個即係相對公道嘅態度嚟去陳述一件事嘅咧？我想阿 BB。大家好 ，BB， 香港民主派唔好，當年你唔講，學民思潮啲細佬都唔得，你早講啱啊！我唔撐周庭啦，講笑到碌地嘅表情，講馬講波，鬼 DNA 有嘢食梗係搶啦。攝影師牌邊度有得考啊？我諗我都唔知喎，我都冇考喎。喂 Peter Chow， 攝影師有牌 ，Peter Chow 咪即係 Kenny Chow 啦，係嘛？係。咁攝影師有牌係人稱，唔係自稱。咁我梗係有人俾錢我影，咁梗係當咗我係攝影師啦。Kenny 我老婆都俾2蚊我幫我影相嘅，唔通我係攝影師咩？影相佬，哈哈哈 ，face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我唔知有乜咁好笑喎。有冇人撈到佢笑緊乜嘢咧？呢兩公婆喺度。BB， 老公，我俾錢你喎，你係攝影師，我認為有啲自信，哈哈哈 ，face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Kenny Chow， 傾嚟傾去，創作人都係講前者，老千，哈哈哈 ，face rolling on the floor。老爸 ，Kenny Chow， 細佬教導奇峰拍戲啊，你係邊位啊？學下嘢啦，影相佬 ，face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Kenny Chow， 探長，你又唔好咁踩王家衛，最後勝利係黃導演編劇。但係唔係佢執行噶嘛，成件事你都未見識過王家衛點樣拍戲啊！真係我相信你。譚家明依家已經回堂收檔，喺大學教書啦，同王家衛邊有得比啊？你唔中意冇問題，但請唔好踩人，唔該雙手合十。咁唔中意咪踩人咯，有咩問題啊？咁點解我又為咗你唔中意我唔踩咩？我唔會嘅，但係又即係你未見識過點拍戲啫，可能佢真係好撚離譜嘅，真係。要 Kenny Chow， 探長，請問邊個導演拍得出《阿飛正傳》《東邪西毒》一代宗師咁經典嘅電影，可以傳世睇咁小戲，學下嘢先啦，笑到碌地嘅表情。喂，我真係覺得你笑到碌地啊！喂，呢啲人已經拍咗出嚟，佢有充分嘅資源做，咁你唔係佢拍都有第二個人拍到噶啦，或者佢冇拍到戲就自然冇呢套戲噶啦。即係你用嗰個結果嚟衡量佢拍得經唔經典，我覺得你真係幾膚淺，我覺得都真係。咁高錢咁就好啦。請問你有導演過乜嘢戲？略贏輸你都有份。Kenny Chow， 係啊，如果你做開下把位，睇唔一座大山，明白笑到碌地嘅表情。Kenny Chow， 馬英九咁講嘢咪幫綠營吹叫，我就話綠營必勝，就算我吹水，2日後咪知咯。到時我攞美彩，就唔好怪自己冇面啊！笑到碌地嘅表情。耶穌說愛你的仇敵，若然遇見中港長官，我應該同佢講 I love you， 還是打柒佢 ？Kenny Chow， 呢個聽講你話喐我喎，唔知有冇聽錯呢？笑到碌地嘅表情。喂啊，其實啊 Kenny Chow， 你話前輩係邊個前輩先？你講緊係咪講緊嗰位果欄前輩啊？未入嚟啊佢。Kenny Chow， 前輩唔知世界 society 嘅結構，黑道、差佬、醫生、律師、會計佬，全部係 department 嚟㗎，都係簡稱伙計，都係為一種人服務呢，都幾廿歲人，好聽啲嘅咪叫你前輩咯，唔好傾就笑到碌地嘅表情。Kenny Chow， 前輩，而家唐朝啊，吟詩作對，現今世界膚淺啲嘅就落 club 溝女，健康啲嘅就操拳游水，一天的衛星啦，攞翻啲茶杯筷子，翻屋企開飯啦，唔好話大蝦細，當然唔係講年紀啦，笑到碌地嘅表情。我都其實都唔係好明你講乜。One God Kenny Chow， 大哥大，若然細佬濕過你，按規矩擺和頭，點搞？由大哥大發源，大哥大咁搭馬，孝字堆，為免搞埋探長，社團瓜葛到此為止，大哥大想掂拆，請隨時到我。YT， 講低，小心地滑。Kenny Chow， 前輩都講過啦，你喐我手尾長，傻仔嚟㗎，笑到碌地嘅表情。Play long， 大快活做得幾好幾穩定，竟然有外賣的煲仔飯，簡直是創舉。One God Kenny Chow， 大哥大就落 club。溝女，我早已收爐，唔得啦！我10幾歲走水貨去越南，那時打到7彩，西貢歌舞升平，跟班大哥上舞廳睇姚蘇蓉，果時唔識嘢，冇溝佢，而家吟詩作對好過。Kenny Chow， 林巴，算把啦，笑到碌地嘅表情。林巴係咩意思啊？林巴線，唔緊要啦，我都唔會參與兩個嗰啲內容，因為實在唔夠班。One God Kenny Chow， 大哥大，我呢度埠仔，唐餐好難食，最 high class，
係嗰間 Red Lobster. 呢間擺和頭收唔收貨？ Kenny Chow number. 最好打唔係尖沙咀慰問咯，而家都臭酸笑到碌地嘅表情。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明，明你又唔做，做你又做錯，錯你又唔認，認你又唔改，改你又唔服，唔服你又唔講，咁我點啊？喂，嚟踩我場，你邊位啊？邊位唔好啊？我行字要聞，聽過未啊？中意可以交個歌字。嚇鬼啊你！狗問路啊！我本還陀地啊！同我講陀地啊嘛？我先掃你兩條街，跟住插支旗再同你講。喂，又唔係跟你，唔好攬老襯喎你。唔係跟我點啊？我啲靚嘅老死我係要攬啊！我中意攬啊！嚇！我話你聽，我踩你格先都仲得狗問龍。Peter 就話咁膚淺，改個名容乜易？我哋大把人，我唔知你講乜啊！真係，即係 Peter 又係哈哈嗰啲 friend 啦，即係又係阿 BB 喂你啊，多謝你啦，兩公婆三公婆啦 ，Peter 都係你哋個家族成員嚟嘅，咁我知你想點噶啦，所以費事讀啊。阿 Danny 又係俾 YouTube ban 咗喎，你話我認同你所見所聞非同凡響，你蝦我媽咪，我落咗 order 要做你啦。2萬啦，我大概出3萬，多100啦，30100。5萬，我今晚特別甩條長紅嘅，整多一嚿啊，50100。18萬，哇！犀利啊！18萬，唔止係事少啊，非時是大。18萬0100。冚家產咪玩嘢入公廁。唔好咁講，投嘢嘅嘢係講聲意頭嘅啫，叫咗邊有得收口㗎？你係洪興投得，難道我哋東聲唔投得啩？陳浩南，你嗰班仔你大晒啊！我烏鴉就係唔妥你。你吹咩？你想我張同文咩？想？好似我咁偏得㗎嘛？你嗰班仔你大晒啊！我烏鴉就係唔妥你。左與右都滿是我相識，就在8步內任我主宰，隨便大事情不改，我做我大事，我話事，隨時能發現大事，風聲吹過我先知我大事，我話事，平凡人一生只有一次，不想知道怎中。響你朵咪響你朵咯，響你朵咪響你朵咯，未見過惡人啊！Bye. Give. 做未見過惡人啊！Bye. Give.